阿兵哥，你看，阿兵哥的造型，哦，阿兵哥造型，来录音。宋江镇都要护卫。所以我们拉回去，然后会带来一点非常精彩的热舞表演哦。那知道我们10月10号的大会剧团的好朋友们，赶快到我们去让大家来我们的大会共度这个美好的夜晚。那在我们这边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庆祝啊，那个节目短，紧张的较劲，也告诉我们今天准备马上小来一首歌给他，两位共襄盛举哈。那么我们今天做的节目，我们所有的舞台上的表演，包括我们的辣妹骑虎车，包括我们的辣妹剧团，我们特别是在我们卫视直播制作之下，能够非常圆满，非常的精彩。那我们谢谢我们所有赞助单位，来自我们台中庆友团，我们来自台中的好朋友王泽伟以及我们的肖碧珍，也谢谢我们所有热情的太子家族或赞助。哦，夜景更漂亮。那夜景也很漂亮。希望这个美好时刻在上午这个休息时间，大家能够喝一点水，然后吃个饭，然后继续参与我们今天晚上的庙会活动。夜景也很漂亮。哦，庞大的队伍，拿笔的队伍，马到过了。